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礼拜六12月18就是公投的投票日，哪里双方拼公投？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是号召着各县市的议会来响应。12月17要大串联加州街头，这个车队扫街要来催出着4个同意票。那民进党早起是召开着4个无同意的记者会，爱民众小心公投的高大拗步。 同意盖下去，台湾真民意。手举牌大声喊口号，赶在咧上尾一礼拜，南洋北市议员要招各县市议会，在咧12月17公投前一天来街路催票。似乎想用明年地方选举的提名权，或者是评鉴办法，来要求所有的党公职必须用更积极的方法来投入所谓公投的宣讲。他们金山银山。 但是呢，我们是自动自发。除了邀请议员扫街催4个同意票，国民党嘛公布家己的宣传影片，强调无靠广告公司来翕，家己嘛当翕甲真专业。同款推出影片，民进党伫咧今仔日下晝啊，嘛抛出总统蔡英文的单位影片，符合国际标准的地方，咱会使互伊礼拜。咱嘛希望讲，安尼咱的国际贸易有往有来嘛，嘛算公平啦。 老台语要和时大人搬烂，啊！面对南洋指控民进党是乌队，民进党公开对手高大公投拗步。淡水区有不明的人士在相关地方的活动当中，上面印制一些误导的内容，包括支持民进党投4个同意，反映出说服不了民众就要混淆民众。 两边继续扯拼，公投时间愈来愈晚，嘛提醒民众投票时拢要加注意投票内容。